歡迎翻到嚟奇靈怪怪啊！今次呢，我就同大家講下陰謀論啦。咁講啲咩陰謀論呢？上次呢，就講咗呢個 UFO 啊嗰一類型嘅嘢啦。咁我就講類似啦，就講呢個 Operation High Jump 啊，即係高跳計劃。咁佢到底係咩嚟呢？咁佢個本名呢，其實就係叫呢個美國海軍南極嘅發展計劃。咁佢就係1946年至1947年嘅一個行動啦。佢亦都被命名為第68嘅特遣隊，係呢個美國海軍啊，為咗建立呢個南極嘅研究基地啊，小美國4號而開展嘅一個行動嚟嘅。咁佢就係由一個海軍少將 Richard 啦組織嘅，咁亦都係由呢個第68特遣隊嘅指揮官，同樣都係海軍少將嘅 Evan 呢，就去領導呢樣嘢去做啦。咁呢個 Operation High Jump 呢，就係喺呢個1946年嘅8月26號開始啦，而就喺呢個1947年嘅2月下半嘅時候結束嘅。咁第68特遣隊呢，就係有4700名嘅官兵啦，13架呢個艦艇同埋33架飛機嘅。咁好啦，喺講陰謀論之前，我哋講下佢官方宣稱到底係啲咩啦。咁呢一個 Operation High Jump 咧，其實佢嘅總體目標咧係想喺二戰嘅結束之後，就即刻去收集一啲有關科學嘅數據，即係喺南極嗰度，咁就穩固咗美國喺嗰個地區嘅戰略利益啦。咁其實佢最主要係要做啲咩呢？就係派啲飛機喺天嗰度做一個空中嘅測繪啦，咁就拍呢個海岸線同埋內陸地區嘅空拍相，就用於製地圖或者製圖嘅。咁亦都有呢個軍事嘅測試啦，即係去嘗試下用呢個現代嘅軍事裝備啊，車同埋人喺呢個極地嚴寒嘅條件之下運唔運作到。咁第三呢，就係喺基地嘅可行性啊，咁就想測試喺冰上面建立同埋維護永久性作戰同科學基地嘅後勤支援到底可唔可行啦？即係譬如建立呢個小美國4號嘅基地啦。咁其實仲有一個呢，就係去穩固啊，同埋擴大美國對南極大陸嘅領土主權啊。咁佢實際上嗰個執行嘅情況係點呢？咁咧呢個特遣部隊68號呢，就喺南極嘅夏季啊，即係1946年嘅12月至到1947年嘅2月啦，就進行呢個任務啦。咁即使佢已經部署咗航空母艦啊、潛水艇同埋好多唔同有關南極嘅專用裝備啦，但係呢個機組人員呢，仍然係面臨呢個惡劣天氣嘅飛行條件呢，就令到有4個人喺呢個飛機失事當中死咗嘅。由於呢個天氣非常之惡劣同埋極度惡化啦，咁呢個 Operation High Jump 呢，就被迫提前結束啊。但係咧呢個團隊亦都成功繪製咗大片我哋一開頭唔知道嘅冰蓋咗嘅區域地圖啦，同埋影咗差唔多成7萬張嘅空拍照片啊。咁佢呢個行動喺大程度上邊嚟講呢，可以話係非常之成功嘅，因為佢能夠令到唔同嘅以前我哋完全唔知同埋唔同嘅地方，我哋都可以相對地了解清楚好多，同埋真係佢裏邊繪製嘅地圖啊，同埋有一大堆人喺度講佢曾經參加過呢個行動啊，嗰啲人咧都有寫翻佢哋嘅書同埋傳記出嚟啦，就話佢哋喺嗰度發生過啲咩事啦。咁我覺得呢樣嘢呢，其實就即係對於普通人嚟講就唔係話真係好吸引去聽啦，因為其實佢只不過係一個好簡單嘅歷史嚟嘅啫。咁係點解佢會俾而家啲人會傳到好似好誇張啊？即係譬如講好多唔同嘅關於陰謀論嘅嘢呢。咁其實呢，話說呢，就係即係呢個係一個非常之有根據可以查到出嚟嘅海軍演習啦，或者係美國嘅一個行動，即係上邊所講咁樣啦。但係咧呢一個嘢其實就永遠都黐埋一齊嘅，同啲陰謀論。咁就有啲都市傳說就話啦，其實呢個呢，其實係一個極秘嘅軍事行動。咁目標呢，其實做咩呢？就係揾呢個南極洲嘅納粹基地。咁呢個伯德海軍上將呢，其實呢就係俾人派去同德軍作戰嘅，甚至乎呢，
就隱藏咧喺呢個極地地區嘅 UFO 啊打交啊。咁當然啦，係冇任何歷史同埋科學根據支持呢啲有關於外星人啊納粹基地嘅學説啦，但係都眾說紛紜啊。